行政院长杜英泰今日是落南去高雄参加海巡600吨级巡防舰长滨南高船，也有这苏澳南的落水典礼。除了感谢海巡维护国家的海洋安全，这杜英泰嘛有加讲，伊本来是爱去立法院报告宪诉法的合议案，不过人是歹好去，等到会议会当欣赏巡防舰的风采。请直评。特别请3位各中小帆船女选手到阵听讲啊，海巡署打造600吨级的巡防舰，第9只长滨南高船，甲第10只苏澳南的号名甲下水仪式。行政长杜英泰一开嘴，也是提合议案无法度到立法院报告，家己考试。依照过去的往例，复议案在表决之前，行政院长必须到立法院去做说明。但是也许是海洋之神的安排啊，赢过立法院的安排。他今天不必叫我去，我就能够来这里。所以我不仅填了我的遗憾，还圆了我的梦。600吨级海巡舰上大特色就是甲板面积大，速度应有45节以上，另外也增加高压水炮、载自动浮潜艇，因快速执行海上救生救难、越界渔船点检甲驱离者勤务。去年113年度，海巡总共查获毒品8.2吨，枪械60支，另外也执行救生救难案件369件。还包括我们每天在应处中国灰色地带战略的骚扰。我们对本土的思维，我们对海洋文化的尊重。我更希望的跟主委一样，希望这些帆船队的同学们，将来也能够跟着这艘新舰上面的海巡大哥哥们一样，能够学习他们，能够守护海洋的自由，守护国家的安全。那有一个事情我觉得不难，要有一个女的舰长不难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位女的主委。在农历春节进前，杜英泰也特别向海巡同仁致意，唔但感谢因在平常时维持海上治安甲和平的工作权，搁点出面对中间地带侵扰，也因为有海巡这样捍卫大是国土，维护国家主权甲尊严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